各位同學，呢段短片咧，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咧標準差嘅其中一個應用，就係標準分。咁我哋嚟睇一睇一個例子，點解我哋需要標準分呢一個新嘅概念。咁咧，假設阿幸美咧就喺中文科同埋英文科咧，分別係考到81分同埋71分。我哋表面望埋去咧，就係中文科嘅分數咧係高啲嘅。咁我哋可唔可以得出個結論就話，幸美今次喺中文科考試嘅表現係好過英文科咧？大家細心諗下咧，發覺咁樣講咧係唔得嘅，因為咧可能英文科嗰份卷咧其實係出得好深噶嘛，其他同學都考得唔好噶嘛，咁幸美考到71分，可能已經係一個好唔錯嘅成績。相反咧，中文科份試卷咧可能係好淺嘅。好多同學咧都考到80幾90分嘅，咁調翻轉咧，阿幸美攞到81分咧，其實又唔係真係考得咁好嘅喎。咁所以咧要公平去比較幸美喺呢兩科嘅表現咧，我哋起碼要知道咧其他同學係考成點。咁所以咧，我哋需要咧知道咧就係究竟幸美呢次考試英文科全班嘅平均分係幾多？就然後咧就同幸美所得嘅分數去做比較，亦都咧需要呢一班同學咧喺中文科考成點樣，個平均分係幾多？然後咧用幸美嘅分數同中文科嘅平均分去做比較。咁咧我哋就需要介紹一個新嘅概念，就係標準分啦。咁標準分點樣計咧？咁原來唔困難嘅喎，你只需要將幸美嘅得分減去全班嘅平均分，例如咧就係71減65，咁我哋就知道咧幸美嘅得分咧比起個平均分咧係高出咗6分。但係呢個6分究竟係多定係少咧？我哋就需要一個基數咧去做比較啦。咁我哋就用標準差咧作為一個基數，咁就睇下幸美高出咗平均分呢6分，究竟係個標準差嘅幾多倍？同樣道理啦。中文科咧，我哋都將幸美嘅分數啦，81分減75分，計到出嚟咧，都係比平均分多咗6分喎。咁但係呢6分究竟係高定係少咧？我哋亦都需要同中文科嘅標準差咧去作出比較。咁具體嘅計算咧就係咁啦。我哋先睇咧幸美喺英文科嘅標準分，就係將幸美嘅得分減翻個平均分係英文科嘅平均分，減咗出嚟係6啊嘛，我哋就睇一睇咧，佢係個標準差4分嘅幾多倍啦。我哋就71減65再除以4，咁計出嚟咧個標準分係1.5。跟住咧，我哋又睇睇咧幸美喺中文科嘅標準分啦，就將幸美中文科嘅得分81分減去中文科嘅平均分，然後就再除以中文科分數嘅標準差除以6啦，咁計出嚟咧個標準分咧係1，咁即係話咧個意思就係幸美咧喺英文科嘅得分咧比起個平均分咧係高嘅，係高出幾多咧？就係個標準差嘅1.5倍，而幸美喺中文科嘅得分咧都係比個平均分係高，但係佢高出嘅分數咧就只係個標準差嘅1倍。咁所以咧，我哋比較下個標準分咧，我哋就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咧，就係幸美咧，其實喺英文科嘅表現咧，相對比起中文科咧係好嘅。咁咧，我哋正式介紹一個新嘅公式啦，就係標準分。標準分咧，我哋一般咧就係用英文字母 Z 去代表。咁 Z 等於乜嘢嘢咧？就係 X 減 X bar 除以 sigma。X 咧就係某一個同學嘅分數，即係咧某一個嘅數據。X bar 咧就係呢一組數據嘅平均數，而個 sigma 咧就係呢一組數據嘅標準差。咁計出嚟呢個 Z 咧就係我哋個新嘅概念，就係我哋嘅標準分啦。咁所以咧，大家認得咯，呢個公式咧係有4個未知數嘅。左邊咧就係個主項咧，就係個 Z， 就係個標準分，就係等於 X 某一個同學仔嘅分減 X bar 減個平均數，然後除以
個標準差 sigma 嘅。咁我哋嚟一齊睇睇兩個例子啦。咁啊，第一個例子咧，佢就話有6個學生咧係參加一個音樂考試。咁呢個音樂考試咧係分做2個部分嘅。第一部分係樂理嘅考試，咁6個同學仔嘅分數咧就係呢6個啦。咁然後第二部分咧就係樂器嘅演奏，有另外咧係有6個分數嘅。咁首先條題目咧就係想我哋求出咧喺各部分嘅考試得分嘅平均數同埋標準差。咁啊，即係話咧，我哋要第一部分咧要計一次，第二部分咧又要計一次嘅。咁我哋先睇第一部分啦。咁第一部分咧嗰個平均數咧，大家其實可以而家用計數機去計㗎啦，用 Momo4。咁啊，然後咧將第一部分呢6個分數輸入到去咧，就可以計到個平均數同埋個標準差㗎啦。咁第二部分咧，亦都係可以用計數機啦，再做一次。咁啊，輸入呢6個分數咧，就會計到個平均數同個標準差。咁計出嚟咧，我哋發覺咧，第二部分嘅平均分咧係比起第一部分高嘅。第二部分嘅標準差咧，亦都比起第一部分嘅標準差咧係大嘅。咁 B 部分咧，佢就想問咧，阿詠琳問某一個同學啦，淨係問阿詠琳喺每一個部分所得到嘅標準分係幾多？咁即係話咧，我要計2次嘅，即係話詠琳91分啦，喺第一部分佢嘅標準分係幾多咧？詠琳喺第二部分攞到115分啦，咁第二部分嘅標準分係幾多咧？我哋要計2個標準分嘅。咁咧就標準分嘅公式咧，大家要記翻起啦，就係 z 等於 x 減 x bar 除以 sigma。總之咧，我哋將知道嘅數字咧都要代落去嘅。咁首先咧就係第一部分嘅標準分，即係個 z 啦，就係將第一部分嘅分數，即係阿詠琳攞嘅呢91分，減去個平均分，就係第一部分嘅平均分就係88分，91減88。然後就除翻個標準差。咁留意咧，個除個標準差嘅時候咧，我哋最好用一個比較準確啲嘅答案啦，攞多幾個小數位，咁咧變咗計出嚟嗰個 z 咧個標準分咧就會準確一啲。咁同樣道理咧，計第二部分嘅時候咧，我哋就將詠琳第二部分嘅分115就減個平均數啦，就係111，就再除翻咧第二部分嘅標準差啦。咁我哋亦都咧就會計到咧詠琳第二部分所得到嘅標準分啦。咁喺 C 部分咧，佢就想比較下啦。咁啊，詠琳究竟喺邊一個部分係表現比較好嘅咧？咁我哋就唔好淨係睇個原始分，我哋而家就要睇個標準分啦。咁你見到咧，第一部分嘅標準分咧，其實係高一啲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落一個結論，就係其實阿詠琳咧喺第一部分所得嘅標準分咧係大過第二部分嘅標準分，所以同其他學生相比咧，詠琳咧第一部分嘅表現咧係比較好嘅。跟住落嚟咧，我哋睇第二個例題啦。佢就話咧，阿展鵬咧就係想報讀海外嘅大學啦。咁佢考咗一個英文嘅測驗同埋一個能力傾向嘅測驗。咁首先咧，佢就係考出嚟咧個結果係點咧？就係佢喺英文科嘅標準分咧係0.8，能力傾向測驗咧就-1.5。咁然後咧個題目就俾埋咧佢喺英文科實際上攞到幾多分咧？就係82分。咁啊，英文科嘅平均分咧係75分。咁佢就想問咧，究竟個標準差係幾多？逢親做呢啲題目咧，我哋首先咧都係要記翻起咧標準分嘅公式咧，就係 z 等於 x 減 x bar 除以 sigma。咁總之咧，我哋知道嘅數咧就代落去啦，唔知嘅話咧就 keep 住嗰個未知數先咯。咁首先咧，先睇英文科嘅話咧，其實佢個標準分係俾咗0.8我哋噶啦嘛，咁0.8就放落個 z 嗰度咯。咁 x 咧就係佢喺英文科嘅分數啦，就即係82，就放落個 x 度。咁 x bar 咧係個平均分，就係75。咁即係話咧，今次個未知數咧就係分母呢一個 sigma，係個標準差係我哋想計嘅。咁我哋將知嘅數字代翻落去啦。咁然後咧就將個 sigma 乘過去，將個0.8咧除翻過去。咁咧我哋就會計到咧個 sigma 咧係8.75。咁即係話咧英文測驗嘅標準差咧就係8.75啦。
咁去到 B 部分咯，睇完英文科咧就睇呢一個能力傾向測驗咯。我哋都係用相同嘅公式啫，不過今次咧我哋就要代唔同嘅未知數落去啦。咁咧就係個平均分同個標準差咧分別係66同埋4，咁即係66咧就代落去個 X bar 度，個 sigma 咧就係代4啦。咁然後咧個 X 同埋 C 係要代咩咧？咁大家望一望清楚個題目喎。個題目其實本身咧已經係俾咗能力傾向測驗咧，阿展鵬嘅標準分係-1.5嚟㗎啦。咁即係話咧-1.5咧就係代落個 Z 嗰度。咁即係話咧，我哋剩翻一個未知數咧，其實就係個 X 嚟嘅。咁我哋好簡單咧，列出咗個方程啦，然後將個除以4調個隔離變咗乘以4，將個減66搬翻過去隔離變咗加66咧，我哋就會計到阿展鵬咧，其實喺能力測驗嗰度嘅得分咧就係60分啦。最後我哋做少少總結啦，呢段短片咧同大家介紹咗一個新嘅公式，就係標準分嘅公式。咁咧呢個公式咧就係 Z 等於 X 減 X bar 除以 sigma。Z 咧就係個標準分 ，X 咧就係某一個數據、某一個同學仔嘅分數，減 X bar，X bar 咧就係個平均分。留意咧，成班嘅平均分咧係得一個嘅，然後咧就除以 sigma 個標準差，成班嘅分數咧亦都係得一個嘅標準差啫。咁但係你要留意咧，你有好多個同學噶嘛，每一個同學咧係有一個數，咁所以咧每一個同學都可以計一次個標準分嘅。標準分咧係一個冇單位嘅數，可以咧係愛嚟跨範疇咁咧去比較一下咧某一個同學仔某一個數相對於其他嘅數據咧係表現得高定係低嘅。如果你計出嚟個標準分係正數，就即係話咧個數據本身咧係大過個平均數，大咗幾多咧？就係個差距咧就係會有 Z 咁多個標準差。相反咧，如果你計到個 Z 係負數嘅話咧，就即係話呢個數據本身咧係少於個平均數，係表現得咧比較差嘅。